龍何故？剛出世便並在劫，哀嘆天不佑。深圳人夫婦倆分手，到此時我應該及早籌謀。罷了柯兒文龍，我兒恨朝廷分若無能，坐視金兵入寇，借我兒出世才2月，便負離亂之憂，為娘決意將你付託於娘，求他抱你逃走。望你將來長大，自有國恨家仇，罷矣。